来继续来看中国有一个网红抢咱台湾无快车，这是互台湾赛车的教父廖志贤自费改装进口车要甲伊车拼。这位赛车的教父昨下晡伫中华一个私人的飞行场测试伊的赛车打鼓号0到100公尺的加速，结果是2.16秒，来打破掉亚洲的纪录2.23秒。也毋过去互对方甲扣死，讲这个测试的车辆无引擎挂。安全性甲马力嘛拢无够。廖志贤是来回应讲，这毋是正式的纪录挑战。3月底进前，会以公开的成绩拍败对手，到时阵要互伊知影台湾的厉害。打造赛车拍鼓后油门一打落，随冲出去，引擎声真大声，0到100公尺加速只要2.16秒，打破亚洲纪录2.23秒。现场的马众直直拍坡啊！这是赛车教父廖老大廖志贤封路初步的测试，不过和伊相似的中国网红杰尼龟，所伫网络顶甲成功，竟然选伫农村车路测试，且甚至无引擎挂，真无专业。连什么引擎盖都没有，你就这样开直播告诉全世界，我们台湾省是如何专业测试车辆的？我从视频里听你那个车的弹射，真的没有爆发力。对方一直咧呛廖老大颠倒真平静，已经调测试场地是私人的飞行场，唔是车路，车要咧测试的阶段无要正式做记录。另外，对方更加成功车的马力无够，廖老大专业回应。确实，我的引擎盖就没来啊。那我去测试有什么不对？这是我自己在试我的时间。以他的标准说1500匹、1800匹，可能他觉得我们车子没有力，但是秒数会告诉你们大家谁快。不是马力大的快，这是一个平衡。为了证明台湾冇快车，廖老大和杰尼龟互相呛声1个月尾，虽然车底要改装完成，廖老大却为着要找合法测试场地死去碰壁，到底敢会使在2个月内期限做出成绩？这部赛车打龟号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调教阶段，预计在3月底之前，廖老大就要让国际知道台湾也能有快车。以上是华视新闻黄主任张正峰我们在台中的报道。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